上幾集靜岡富士山之旅，我哋介紹咗清水魚市場、日本平、熱海、三島同埋富士野生動物園。今集我哋嚟到河口湖，享受美食，仲會睇埋煙花。今個旅程我哋入住東環煙河口湖大橋。呢間酒店 CP 值好高，提供由三島站至河口湖酒店嘅免費 shuttle。車內有少量擺放行李嘅空間，如果唔夠位就可以放喺座位上面。今日只有我哋一組乘客，好似包咗架車咁。沿途風景都好靚，1個鐘頭就到酒店，非常方便。我哋做完 check in 手續之後就寄放行李。呢度有好多位置，而且可以上鎖，感覺好安全。酒店仲提供河口湖站來回嘅交通，好方便。不過今晚因為有花火大會，所以3點鐘會暫停服務。放低完行李之後，我哋就出發前往第一個景點大石公園。交通方面，先到河口湖站搭紅線觀光巴士，喺最後一站河口湖自然生活館落車。落車之後過條馬路就到河口湖自然生活館。呢度有好多手信，仲有唔同口味嘅雪糕，同埋時令生果。我哋買咗1盒水蜜桃，大大隻，清甜多汁，好味，而且只要700 yen，好抵食。2樓有餐廳賣輕食同埋雪糕，餐廳嘅窗冇玻璃隔住㗎，可以眺望富士山同埋河口湖。我哋買咗原味同埋朱古力混合雪糕。入口順滑，可以同時食到奶香同埋朱古力口味，脆筒亦都好有奶香味，口感鬆脆。好鍾意呢度可以邊食嘢邊睇富士山，而且視野開揚，又少人，真係舒服到唔捨得走啊！呢度仲有個鳥居造型擺設，好適合打卡。休息完，我哋就落去公園散步。夏天呢度生滿唔同嘅花，而且沿途都有風，都幾舒服下。可惜好快就有嚿雲遮住山頂，所以我哋就離開湖邊，走到隔離嘅富士大石公園平台食 lunch。我哋揀咗喺2樓嘅 Brand New Day。因為我哋俾季節限定嘅水蜜桃披薩同埋飲品吸引，我哋揀咗喺窗邊坐低，可以睇到富士山。嘢食方面，我哋揀咗桃同埋3火腿披薩，每件披薩上面都有一塊水蜜桃、3火腿同埋芝士。
原本以為打卡行先，但土嘅清甜加上生火腿嘅鹹香同埋芝士嘅奶香又好夾，味道清爽，層次豐富，推薦。搭配水蜜桃汁，成個感覺清爽又有夏日感。離開大石公園之後，我哋就搭紅線巴士前往天上山公園。喺9號站落車，沿住斜路行一小段路，就嚟到售票處。今日適逢河口湖花火大會，所以周圍人山人海。我哋等咗25分鐘先輪到我哋搭纜車。搭咗3分鐘就到啦，好快。出口連接住全景迴廊，可以睇到好靚嘅山景。呢度視野遼闊，可以清晰睇到富士山，仲睇到富士急樂園。狸貓茶屋左手邊有個樓梯可以上觀景台。可以睇到山上面有唔少人喺度排隊盪千秋。觀景台呢邊視野開揚，但係因為又熱又曬，所以冇乜人。公園呢度有個天上之鐘。不過呢度實在太熱太曬啦，我哋逗留咗一陣就排隊落餐啦。開頭嗰橛仲要係暴曬，排咗15分鐘之後先至有瓦遮頭，真係非常痛苦。落到山先發覺，因為今日煙火祭，所以4點就冇巴士啦，真係超級崩潰。終於返到嚟酒店啦，間房15平方尺，都乾淨企理。加分位係望到少少富士山。休息完，我哋就出發去大慈公園，準備睇煙花。公園停車場出邊有幾個小食攤位，我哋買咗1盒炸雞，炸雞外脆內軟，而且仲係熱嘅，好好味。我哋亦買咗1盒炒麵，價錢都係500yen。公園入邊都有幾檔小食攤位，但係就人山人海。我哋食飽就去公園揾位置睇煙花。6點鬆啲已經有唔少人霸咗個靚位。
河口湖大橋呢邊都有唔少人。我哋隨便揀咗一個位置鋪席，就到附近嘅羅森買零食返酒店食。終於放煙花啦！煙花開頭比較單調，但係之後越嚟越精彩。煙花前後歷時45分鐘，靚靚嘅煙花為我哋今日嘅旅程畫上圓滿嘅句號。回程兩旁都擠滿人，好慶幸自己住喺大慈公園附近，行15分鐘就到酒店。下一集我哋會帶大家行富士山，由高空眺望富士五湖，仲會介紹一間 CP 值好高嘅餐廳，食蕎麥麵、鮮嫩烤魚，仲有山梨縣鄉土料理。多謝大家睇到影片嘅最後，我哋下集見。